组合越南的天衣站，因你来到北方的首都河内。一座700万人的太上寺，对11世纪起就系越南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头摆河内本人的印象就会唔拉现代和排场，不過天地愛自開放，一座帶點沉穩歷史本土的千年古城，每天天的有變化的哦。一擺就天地喺啲日超過20年的陳秋陽太子，呢件當件愛狀嘅故事來看新舊河內無共樣嘅樣嘅。各位觀眾朋友，有看到我呀第一檔冇嘅冇？這個看向係身後一隻太教堂，睇一下，呢一隻那隻素材咧，呢是咪啲巴黎哦？呢一下係啲越南嘅河內，行呢度係咩當中客家話咧？呢件本嘢嗬，落叫製隻陳太子，大家就係叫 Amy 字，其實唔係 Amy 字嘛，嚟過去看一下，唔係 Amy 字嘛？係啊，我係阿上哥。係啊，根本要攞肉啲啊嗬！就是你大天怕不矮，係啊！Amy 字一教堂嗬，當中係法國用嘅個聖母院用嘅呢。對啊，一邊影，但是全部很給河內大教堂。他平常時就大概就董周年來這邊拍婚紗啊，然後學校畢業啊，任何的典禮他們都喜歡來這裡，這裡滿滿的都是人。係啊，在旁邊也都會有，他們會在這邊喝咖啡啊。coffee shop 嗬，對，跟住動神器呢，全部都係你坐到當中天台下用嘅。禮拜日天禮拜日。啊，來家看到有當到法國留下來嘅建築用嘅，都有外國嘅情調。這都係越南的特色。融合很多種文化用嘅。很多，連吃的啊，然後文化啊，很多都有。哎呦，有總商咯。特別為我們做的。特別為我們做的開場這樣子。開場。學巴黎聖母院落去嘅聖約瑟大教堂，有本人喊做嘅河內大教堂，也同啲1886年起嘅新高地建築，做嚟講係法國殖民留下來嘅典型代表。看起來 Q 又薄殼嘅外擺，真見我本人有啲中古世紀歐洲嘅感覺。根本嘢就聽到 Amy 姐可好好認識河內，第一站就啲河內嘅中心萬建府來開始。Amy 姐，你行亞府嗬，真係懂愜意嘅感覺。唔光話看到呀，因為有中文詩呢。越南的嗬，很多的廟宇，他們都有中文字。呀，你看越當中嘅廟樣嘅嗬。係啊，真嘅嗬。唔怪你看到過去幾片要係法國嘅建築。係啊，一片胸沿中國式嘅建築。廟樣嘅。這邊是法國式的建築，這邊是越南式的建築。很多元化。啲當中有民族英雄嘅廣場用嘅。他們平常在這邊哈都會有表演，如果他們的國慶啊，這邊就會道路管制封起來了。來到呀，喺英雄地都當到樹嘅呢。在越南哈，很多條主要的幹路，它兩旁都種了很多的大樹，都是當時法國遺留下來的，這是他們的特色之一，非常漂亮。散步加當中啲法國人嘅散步用嘅，很浪漫。啲人做很多環境。越南以前有一個偉人叫李太祖，聽說呢，他跟神明借了一把劍，當時呢是裡面的一隻大神龜去還了這把劍，所以叫還劍湖。本人喊做係水鄉古道嘅河內，市區有71座大細無共樣嘅湖，河內嘅球場區就係以是還劍湖來做中心，來向四片來延伸出去，一座充滿嘅神話嘅古道，慢慢就看得到漢文化嘅影響。還有看到法國百年的村民，比隻古城加添嘅多彩嘅法拍風貌。Amy 姐，你也還劍湖哈，按你散步真嘅動樹爽哦。係啊，我試過一講哈。係啊，休閒。跟住用詞話家要隻類啊，你學啊你。嗰時候哈，是個人前啊，帶我2歲來，還有我妹，就看他來到河內。禮拜六、禮拜天啊，小孩沒上課的時候，就帶他們來這邊散步。行開嘢就坐下來，是一比咖比。當咗法國人用嘅，當浪漫嗬。係啊，了你就懂你，來一邊行路啦、散步啦，是咖比東東。來呀，河內有幾久誒？來到河內嘅是過兩年誒，以前啊是帶到南越，帶幾年過來，將來河內這片來帶，也一下做了20年誒。跟南越老北越差別應該動態哦。我剛開始來河內的時候，它的越南話有很多字我都要重新學過。像那摩托車，motorbike，在南越的時候，他們越南話是講 xe mô tô，南越就按樣講，來到鴉片就會講 xe máy，máy就是指機器的意思啊，變成機器車了。
功法完全不一样。给两片就有声音，还是那一片看没声音？其实两边我都很能适应，最主要是你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吃的部分你可以去克服你就可以自己去市场买一些食材啊，回来自己家里自己做啊。简单的吃。像面包的话，越南的面包、法国面包是很好吃，我是喜欢。对苗栗来个 Amy 姐，1996年就填定南京的政策，规家人来到南越胡志明来经营贸易。喺来啲朋友嘅手机下，来到北方嘅河内，帮助投资医疗体检嘅产业。伊讲国土橫跨16個美土嘅越南，對語言、文化、飲食就會有地位無共樣。不過法國麵包無論行到哪就十分受到歡迎要變咖啡做安先搅拌。迄其他就是咖啡用怎麼打呀煉乳那片越南董號是甜，純正的越式咖啡就是要加煉奶，也是算他們的特色啦。真有較甜調誒，嗰家呀咖啡面是凍牛呢，一邊按下伊講啊按不太會衰唔聽到會冇？唔會啦，唔會，是用比較鹹唔會。真用比較鹹唔會。剛剛睡都甜過唔怕。迄其他越南應該差唔多年紀度。早上一杯，下午一杯，跟朋友聊天啊、聚會啊、談生意啊，可能坐下來就一杯咖啡。阿翔來試試看這個越南的法國麵包，試試看。第一擺你越南是都要法國麵包。試試看啦哈。老多要法國麵包會凍硬，唔會呢，唔會哈。越南的車底部係軟軟。佢腦部有先烤過，底部就會軟軟。底部不用些嘞生菜，又不用生菜，還有不用個小黃瓜。tomato。家看老弟點餐家看也有凍琉璃呢。將來越南生活周遭的人，每一個人都是個老師，就買一本細本的越南的筆記，都行到哪就每年都哪，學起來就是自己的嘛，不用特別按筆啊，做嘛做嘛特別做很一隻翻譯，你自己會講行到哪就較方便。你南方大安橋，你北方又大安橋。跟有嘅屋企人過來看光唔冇？有啊，我弟弟第一擺來看佢一下飛機，他就第一句話我說：姐，呢片地方用帶太遠咯，用唔可以轉去咯。我講管理就好誒。來的第一天，我沒想，呢地方我用誒帶落去，我用誒生發落去，然後一過就20年了。只要融入生活，我想得3年可以啦。適應對總係老子掛掉啲在鄉嘅 Amy 姐來講，唔係輕難嘅事情。就算老老公離異過後 ，Amy 姐就會一三年開始復卡嘅經濟，來到上所嘅河內重新打拼。伊講冇時間做得來演怪嘅啦，因為一推很細嘅生意呢，就係佢無論行到哪就會向前嘅動力。一段辛苦嘅時期，Amy 姐冇想去多講。等等時間過去，13年啲畢業嘅大兵一下俾有地嘅成績。稍後來，我就以河內嘅商業中心來看佢很用嘅開創自家嘅事業哦。嗨，阿翔，久等了。姐，你用不13年用嘅啦。其實我每天工作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穿，這是也是對工作的一種敬業嘛。然後也是對客人的一種尊敬對。剛剛出來看，你唔勝你了。這個醫院，它這是一個檢查的地方。對，這邊是體檢的部分。那它也有看病，也有門診。這邊的客戶全部就會去國外係嘛？對，他們要準備出國去工作，還有或者是出國去留學。或者有的是要嫁到國外去之前的體檢，像其實你16歲準備去台灣嘛？跟你因為看就會抵要去台灣。看機會就會抵嘅。你看要在寫下機咩動定一下，咩做體檢來吃門看啦。好啊。妹，準備你上台灣啊？還順利上何人？上台灣啊？那交幫就對了。唔該去台灣。一下準備去台灣做事。其他的喺前度做西裝過去呀，係過去張錢。其他的，但是要先過來做體檢，做好體檢，身體健康，咱們可以是這邊的台灣，咱們可以是來通面。做啲問題做乜想去台灣做事嘛？可以啊，朋友冇可能。大生啦，夢裡上登台灣啦。他說他想去台灣學一些，多學一點東西，多看一點東西。
然后再回来。佢也邊去台灣的較多，也係去日本啊、香港的啊、澳門。越南来讲，去台湾的青岛，还有去日本哦，还有去个马来西亚、澳门，还有新加坡、欧洲也有，中东也有，东多贵个。各个国家检查的内容项目都不一样，然后每个行业它要求的检查内容也不一样，我们就根据他们每一个国家要求的内容，还有每一家公司的雇主他的工厂的营业项目是什么，然后再来做这个体检的部分。照統計，2011年，越南只有10萬人到外國去做事情，喺台灣呢就佔了60哦。冇講可能唔係，喺台灣100人對度只有13人係越南人，其中包含10萬人嘅新住民，還有聽說台灣經濟發展嘅16萬移工嘅朋友。台越兩地緊密嘅關係，真嘅唔係人哋想得到嘅。雖然上次喺廣東移工也係外國信仰，就會本人想到剝削也係歧視一條事情。唔過 Amy 姐講，就像台灣人想去外國願望，一到越南朋友咩同樣嘅心情啊，按用專業嘅健康檢查服務，本地也就知道本人尊重，咩係做好國民外交嘅體驗哦。Amy 姐，亞威哦，行卡發行很明亮嘅。係啊，一片。看片的也没一朵哦，那边有韩国人、日本人，很多国家的都会来这边做门诊的医疗部分。因为那边医院可以讲英文，也可以讲韩文，也可以讲中文。台湾人来那边看病没一方便。家行業來家吼，一醫院吼，看起來都明亮、都強力。不說較多人較希望來到那邊來。以前吼張開四周吼，東東人唔敢去來呀醫院來體檢。那邊的片數比較有卡片數行較強烈，較有卡行較強烈，東東人唔敢去來呀。亞威吼對於品質的把關很嚴格呢吼。係啊，真嘅啦。啊，服務做得清化喲。係啊，呀醫院有看做按講就會堅持嘅服務品質要做到好，醫療品質要有醫德呢。那對醫生，還有也是醫生的肯定，對病人也可以把他照顧好。一開始家下就有按到人來冇？一開始吼，我聽到我個業務助理用3年去做歐多拜，只要是去請客戶啊，拜託佢要到來呀檢查，哦做體檢，佢要都講，哦人家醫院按獎，唔係真的家係按獎而來做體檢啊，講真的。啊，其實有嘅就會同我講啊，你可以同我聽數嘛解冇？啊，同我本錢吧，你就同我聽數啦。啊，就講啊，醫院做救，啊做規品來做體檢吼。唔要檢查嘛解，啊做團做嘛解檢查。如果唔要很愛過資料更用很聽數，啊是東台西做唔得。啊，東上做牙錢啊，東上做牙省的，如果唔要很愛同聽數配合做牙解，啊就冇辦法。啊做重樣啊，因為我個我做好，認真的做，我每推一邊待1年2年，啊推一待2年3年4年，重丟，我做認真做，也下東你較多啲嘅，我一邊服務品質清好，你就會一直介紹一直過一邊做體檢。大家沒有看到東多後生去台灣、去日本、去內地，他們的眼神都有一種有啲會緊張，坐到幾位，跟人看到按到人，唔對其他都。有乜嘅想法？啊，看到像4年嚟看，啊，所以我講，有去過台灣嘛，去多些有卡有慢年，有去多3年，哦，你做乜冇圖人上下，圖人有卡做些咯，因為有卡冇乜嘅些好做啊，啊，啲上去嗰個又可以學語言，又可以賺錢賺來，又可以攞去交朋友，啊，這個將心比心啊，有的去外國做些，嗌台灣人來呀，偏咩去做外勞用嘅。Amy 姐講。越南人離鄉到台灣做事，就將台灣的後生人想去到澳洲去打工賺錢，去學習語言。其實咯，就會為到追求行較好嘅生活。一記將心比心，可能做得看見語言的限制，去提示佢哋啲生意上嘅困難。但係20年的 Amy 姐，佢咪當感謝一路上留佢聽書嘅貴人。阿想團結上啊，好朋友，咩係啊好老妹，係阿先去過台灣做事做3年。3年，去這邊。3年加中文就講到很好。係啊。這裡面有什麼？有海馬，走海馬，走海馬，走海馬。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不管紅還是不紅，我就是喜歡做。有很多天才都是死的，以後才被人發現是天才。
3年，撒面去这边3年，跟他中文就讲到暗吼。嘿啊，慢慢学，从一开始都不会，我就随意来。阿信他有的时候刚到台湾的时候迷路了，上个菜市场，本来要走这条路，奇怪绕了绕半天，好像回不去了。后来怎么回那去的？怎么办？你又不会讲中文，就是慢慢记得，然后再去问了。那你那时候刚下飞机或是刚到台湾的时候，你对台湾第一印象？我当初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因为到那边一定要写信回来。然后晚上我用那个字典在看中文，然后点给他们看，麻烦帮我买什么那个邮票，我要寄信回去，然后我就给我那个老板娘，她是我的贵人。所以那时候第一个公司的老板娘是人还蛮好的。她现在是我干妈。哦，现在已经是干妈了，所以她现在也知道，就是说你在这边也过得很好这样子。有，我常常也去看她。那你一开始啊，是什么原因想要去台湾？我们家是有3个姐妹嘛，然后我姐姐大学，还有一个妹妹也快念大学。那个时候我准备大2，我们家里没钱呢，那我去台湾打工，给他们钱去念书，家里有点债我把它还掉，然后我回来再念。然后我还有机会啊，因为我的实力好一点，我回来还可以念书。那你回来之后，你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我是在鞋厂当翻译，中英文翻译。那时候不会写啊，可是你现在应该是写得很好哦。还不错。他现在写的比我还要快，常常我跟他发简讯的时候哈，我都会跟他讲，阿信你打慢一点，我还没打完，他已经一句话又过来了。所以你们打简讯都是打中文，不是打粤文啊，都是打中文，他打的还比我还要快。那很厉害耶，中文字很难写。那你现在呢？现在也是同一个公司做翻译？不一样了，我做翻译才2年，后来我出来就开公司到现在。自己开公司，很大的转变哈。很强，那怎么会有勇气要自己创业开公司哈？还是说你跟之前的老板娘现在变干妈关系很好了，这样子？他也是教我，就是回来要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比较好。那我想一想，都在帮人家工作，都没有什么机会。那我就出来开一个公司，慢慢开始做。那你觉得在台湾工作跟在越南工作那个差别是什么？在台湾工作，假如可以到跟现在一样要当老板的话，应该没有机会，因为我语言不可能跟台湾来比嘛，那边又没有人帮忙。那回越南当然我有机会呀，因为语言不通，还有朋友。那你是怎么认识 Amy 姐的？有的时候这边会认识很多的越南朋友，然后工作上啊，人家会介绍啊，都会就这样自然而然就认识到阿信。在这边生活上，很多也都阿信在帮忙照顾我。觉得越南的女人哈，真的是很自立自强，家事也做，外面工作也要做，通通一手包办，什么都会，很厉害。那你认识 Amy 姐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台湾女生是怎么样？她来越南也是很辛苦，然后一开始工作也蛮困难的，也跟我一样，以前去台湾的差不多。阿信他也知道我在这边带着2个小孩子很辛苦，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是他很照顾我。我觉得你们2个可能就是有一种因慈惜因慈的这样惺惺相惜，惺惺相惜。人讲哦，出外靠朋友。虽然阿信老 Amy 姐係對無強嘅國家來嘅，不過強樣嘅係，也代表老家人變得人生嘅親頭前，跨越的文化嘅限制，變做咗對分享形式地種嘅朋友，也真見哦係另外一個生活地度親難得嘅緣分。天色團舞嘅，阿信哦特別鋪嘅草車，會請 Annie 食飯，來體驗一下草地天下食飯嘅越南傳統。越南開始吃飯，都每次第一句話說，請大家吃飯。在一片請大家吃飯。對，有沒有人不吃魚露哈？不習慣吃魚露？我超愛吃魚露，我喜歡吃這個。這個好吃。對，先試看這個好了。先嘗嘗看那個味道。但是裡面是包什麼？包芒果、芒果、青菜、蔬菜、肉啊。然後還有蛋。蛋哈。到時候有沒有要喝酒？這裡面有什麼？有海馬，海馬，對，海馬。海馬還有中腰。海馬一家人。不是，阿信，你要叫阿翔怎麼說越南的乾杯怎麼說？感動。感動。海馬肉，海馬肉，海馬王。來，海馬肉，海馬肉，海馬王。這個酒。哇！好啊！這個酒
热、无气力的一餐饭，本来感受到越南人的出头，然后唔好表现的热情。看到 Amy 姐底下做得有一群地壮的朋友，来想哦，也系另外一种大兵的歌唱地度，挺难得的事情啊！听过大作，我会听听 Amy 姐的波比猫的阿静，向下来看河内后生人的新流行哦。那底本唔当枪黑表演的素材哈，这算艺廊，这算是艺廊哦，所以他每次就有某空一个主题的展览那样。半个月或者是1个月就会换一个主题。这个地方的名字很多马改叫做什么？叫 L'Espace， 它是法国公家机关在这里设的。哦，要法规啊！所以你平常就是休闲娱乐的时候，会跟同学来这里逛？是，我们会来这里看一下。还是说学校带你们来的？最早是学校，我们不得已要学校带来的。你们来。你要偷好搞黑？我读的是法国国际学校。那你有回去台湾念书过吗？我是在台湾念了2年再回来。跟你专业台湾给读书给6年，应该不太习惯嘛，哦。有问题就是我写字的方式稍微奇怪了一点，比一般人写字是直直的下来，但是我写的最后面却有弯钩的感觉。开始一直写一横一竖的时候，该写一竖的时候呢，他就写的不是一竖，好像写了一个歪七的，把它当作是在写法文字一样。还有别的有趣的事情吗？啊，对，台湾的学生都很喜欢说，法文的你好像本酒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念。那应该是正确，应该怎么念 ？Bonjour，Bonjour，Bonjour， 我念的正确吗？其实比崩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以后要学起来，所以他回音比较多就对。Bonjour。那时候是想家，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后来那2年回台湾去？他大概2个月大，我就带他在越南生活了，他就一路在这边上学，到幼稚园、小学到中学。那时候想说，因为父母亲也年纪慢慢大了，那我们在越南也住了有一段的时间，10几年，想说借这个机会，然后我带他们回去看看能不能适应。结果带了他们回去，他的哥哥马上就不能适应这个环境，所以他们就跟我建议说：“妈咪，我们可以再回来越南好不好？在台湾我们不习惯。”那时候就跟他你拜托，再试个半年啊，然后待了半年之后，他还是不能习惯。他说：“好，妈咪，我会好好在这2年时间念完。我考完机车的时候，让我再回来我熟悉的地方。”哥哥让他读法规，让他读大学2年级念法律系，今年暑假会回来。此时就伫越南太两兄妹，比起台湾，对河内是行较熟悉哦。家乡伫内，可能係移民两胎习惯度，一家有一家的想法。不过，做在讲係现代面目3000的 Amy 姐來講，家鄉唔係固定的名詞，細人的伫內，家就伫內。過太年，高中畢業以後，阿靜唔係去法國讀藝術的，基本嘢就先聽聽好語文的字，到附近的語廊去望一下喲。那條街動鬧熱的哈。對呀，要便宜撈嘢咯。我們剛剛一路上家具有看到有懂多畫廊，就集中在那邊，看看對面嗰片咩有。難得您今天來這裡，所以我要給你參觀一下這裡的畫廊。你去看一下。好，你來看一下。全部這些畫油畫係嘛？這裡流行油畫，但是其實油畫是繪畫裡面最難的一項，其中之一。它那個色料用的很多哎。那其實顏色沒有很多，但是就是一直去再弄很多層。他們好像全部大部分都是畫越南的風情啊，越南的景點啊，哈，係嘛？它主要是以越南的特色為主的，歐洲人都非常喜歡這邊當地的油畫。它這樣子一幅畫，你會賣幾多錢？我們調價看看。我們調價很好的，精品和精品包那邊啊，它就200萬，200萬一個差不多會省錢呢。啊，你算起來冇一貴呢？冇一貴啊！越南的畫真係講沒懂便宜呀，他們沒懂人樣的畫家畫，只要你喜歡，你就買專利，對，買專利。那時候講，第一越南就是繪畫藝術的風氣還蠻盛的哦。現在有夠嗎？是的，這裡的畫家其實很受尊敬，常常上電視。畫家、藝術家、陶瓷家什麼都有。只要有畫家有新的展覽、新的作品，他電視上就會來採訪、來介紹，然後給當地的民眾可以去參觀。真的很貼近一般人民版友哈。他們畫家在越南是蠻被受尊重的，應該算是蠻高尚的職業。對。那你未來沒想要朝這個方向嗎？我是希望可以朝這個方向去。
你会不会有所担心？说实在还好，因为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大概意思呢？就是不管红还是不红，我就是喜欢做。有很多天才都是死了以后才被人发现是天才。Amy 姐替她的未来担心，你的相当讲好，就是在地方的做法，做可能是地方嘛该东西。好啦，唔講咩嘢啦，看法吼，無看呢色一看唔色，只要有看有中醫嘛，有中醫就會好誒。哦，有中醫啦，唔講啊，唔係地方嘛該東西。雖然越南嘅藝術創作環境唔會差，不過做人阿妹還係會受世人嘅未來。故所，佢選擇尊重阿靜自家嘅決定，樣事情就尊重世人嘅開放態度，每本 Amy 姐老阿靜無搶嘅字。顛倒哦，像個姊妹一樣嘅。等下，你就會聽到阿靜去坐公車到附近嘅夜市去看一下越南後生人流行嘅新事物咯。懂抖音的吼。自己懂抖音，給別禮拜日唄，較抖音。其實今天算是人少的，在補習班上課的時候，就是晚上回去是人沒辦法站，是人碰在一起的。抽一排幾多錢？用唔用錢？抽一排13年7000元。哦。7000越南錢，要在線上要去囤7000，買鈔票，7000的越南錢差不多台幣13元。10元，台灣面上是幾元對唔對啊？10元啊。誒，你要抽下公車，帶人家去哪咯？去夜市。去夜市？那你平常去夜市吃東西，還是買衣服，還是什麼？看最近流行什麼？看最近流行什麼？他這邊也是流行，也是看韓劇嗎？還是什麼？嘉義那邊夜市呢，就可以越南人還有商人賣東西，是東西逛街的地方。跟你去有帶阿靜。就每個禮拜，東家邊買東你們，講到講你們。天色暗下來，喺呢邊都有海茶蔬菜。過沙地要發生了氣唔想讀到的事情。偷走？可是你不是放這邊嗎？呀，就會傳說中的鴨仔蛋。是個木竹鳥，是個跳拿鳥。有，要一隻熊貓呢，一前眼的呢。哎，真勁啊！偷走？可是你不是放這邊嗎？他說我電話被偷走了。剛下車的時候他走了。人多一下下車就被電話偷走了。怎麼會這樣？台灣有那點事情了哈。你怎麼會這樣子？怎麼不見了？我放包包裡下車的時候，一下子沒注意到。剛才抖音的啦。太多人了，他就剛才下來就沒注意到。我還記得那台車的號碼。可是那麼多人要。然後人家也會跟着下車，可能讓人家跑掉了，跟着我們下車跑掉了。當可惜冇料到下車嘅關鍵時刻，司機被偷走，唔但將阿靜哦為到也當劫，而呢咩唔對用嘅賬號，顛倒和樂觀嘅 Amy 姐，安慰人家都講，啲東西就請唔進來，就好好去夜市試一餐啊，冇為到也意外哦打發人哋出來了嘅歡喜。司機本人偷走唔係直接發生嘅事情，而咩希望人哋唔好因為咁樣對河內留下壞印象。天影一大作，繼續 N.A. 離場，聽到 Amy 姐去食酒，體驗一下地道的越南美食。也就係越南人、當天人食的比較傳統的做餐係啦。那平常時咩不食安羊？啊，同埋妹呀，小時候咩食安羊？也係乜嘢？卷粉，入面係用米做的，試試看啊。有的會甜甜。有些人其實也溫的哈，魚露又不用先，又不用燙。試看下也攞飯。好啊，那試試看下攞飯。入邊學生的較冇錢，叫做買一包一小包的，帶去學校食，差不多台幣都11元、15元，做飯團，就冇肉啦。如果有肉，我親手差不多咩用30元嘞，30元就買得到嘅。30元，因為同台灣差唔多。係啊，可能是東西冇較便宜。你要給他穿的錢冇嘛，就要拉，本地要的食飯，還有水果嘅。
嘟嘟好的。当然你要得讲来越南吼，东西应该都便宜，台湾赚钱来这边用都好用，无好用啊，还唔拉用哦。天边我以上嘅到来，老日记嘅提过，越南嘅物价哦，老头摆是当无穷用嘅。不过我来认识，还望对越南造成太影响。太出名嘅越南，自古就以美食为主，行一转做成店，就会发现各种当有特色嘅美食料理。接下来，我哋就会听听当地人来说清地道嘅越南补品哦。鸭，就会传说中的鸭仔蛋。越南人就是要的有哈是6粒，注意做事。生病的人要吃的补身体，每1年面是6粒，哦，吃1个月下来，有的胖到7公斤。哦，好啦。东部啊，不过佢看起来唔係一整只鸭一个底杯呢。请大口了，10口呢。这个底杯係嘛？有啦有啦，看到吗？跳啦！你去搞为什么？他们是够你先吃口了。熊猫蛇。哦，你先。我已经全身开始发痒了。啊，这里哦，这里哦，这种加油。阿龍講，那個米頭，阿龍講，你黑毛番茄哈，有沒有吃到？還蠻好吃的哦。鹹鹹，然後有一點就是像骨髓油嘛，那這個骨頭太骨頭的地方有個骨髓用啊。我試看下嚟嘛。那正經來試試看啦。我們都要先深一口氣吧。我看見，我跟住。喺當中係頭難用嘅，木煮係嘛？有嘅啊。叫木煮，叫個菜。哎呦，是叫木煮鳥，是叫頭難鳥。有，軟呢？ Amy 姐，你為我哋節目提拔嚟吃食，看起來比食起來行卡等人味嘅阿伯蘭，也一定差唔多台北這邊用嘅阿伯蘭，係當地當便宜又滋養嘅庶民美食。早上頭食一粒阿伯蘭，咩漢地城中嘅越南學生嘅天初嘅有嘅回憶。今日，我哋咪用一阿伯蘭來開始音樂黏黏嘅發力。接下來就會到90期嘅36股街去昂泰街哦。Amy 姐，你家行下過來，用特件店吼買東西就共用。那邊36股街哈，以前哈賣的貨物集中，譬如講哈，一條街賣布嘅好嘅啦，一條路就以布來命名。哦，就一條係乜嘅街用嘅，跟一條係乜嘅街咯。從一條行啊，帶你過來看。第二片下越南是意思就是講賣扇子的，不過你注意看，冇看到扇呢。冇看到有扇的呀。他以前哈一條路係賣扇呢。有可能係露腿擺，以前賣扇呢，也有可能係。以前講哈36條街哈，然後可能不是36條街。它有48，它你應該動態哦。動態。你行一會迷路嘛？那這個有時來我就會迷路。你每條路細條彎來彎去，每一條路按樣側行就對了。我要到做去請他。36股街做地講係全河內清鬧熱嘅地方，係講我專業人迷講地圖吼。Amy 姐講，我靠當地嘅人啲查證做得咯。一條可能係，一過程用咧，我看起來用過年噶。婚喪喜慶啊，過節屋卡我用到乜嘅東西啊，就嚟入邊買東西來屋卡就裝飾屋卡啊。從人哋辦年貨嘅意思咧，有冇？第二片哈，過年哈種啲大紙炮嘅哈，以前佢有用嘅，他都不用多多氣球。那個觸聽，觸聽咧，真嘅㗎，啷個呢？真嘅啦，佢要的規定種啲大紙炮嘅呀。啊！要安尼轉下過來又冇共用嘅，冇共用嘅，買棟到乜招？要一隻強廟呢 ？How long this temple? 1,000 years. 1,000 years. 哦，1000年嘅呢 ？Who is inside? Who? Which god inside? Who? 都係個佛字啊，咁係個佛字啊。關公哦，關帝廟，真勁啊！關帝廟，關公，關公，我喺關公嘅義子呢，我應該考慮拜下去裝裝呢。其他就全部就會來拜爺嘛。旅遊去地方參觀，我應該來入邊嘅關老爺同佢講一下。係啊。
可能係交通嘅唔錯，也觀光咩喎，係前光新人建起嘅，當然冇前人嘅歷史啊。不過36古街確實蠻耐就會古蹟。西元1016年，李朝天都河內，為咗服務方式，其中嘅全國各地嘅手工師傅，同樣嘅行業大強下，街路就用行業來安名，形成了一下有名嘅36古街，一下就天天茶夫來專業迷宮地度哦。一條全部就係賣呀，有人都買個主食咧。係啊，人不卡買個要做買個廚具啊。要就當作嘅台北嘅環河北路用嘅。很厲害哦。很困啊，厲害哦。佢從家車夫啊，亞做亞好做幾久誒？以上才幾20年咧。佢亞嘅歷史一定懂清楚了哦。係啊。我們以下講，有36條古街地圖，哪一條先神奇？按理上就嚟把米燒火鍋，底下再來一個鍋，比較有特色誒。好，好，可以哈。可以哈。咁咩有賣嘅梯子用嘅哈？係啊，有條路名吼是賣布行路，不過一下冇看到賣布誒，全部賣竹布誒。你下一可以哈。好，按照下來看一下哈。cái chủ題做到硬果，cái執東西用嘅係嘛？做到。他用嘅爬樹嘅啊，如果木嘅較高咩？拿東西啊用嘅較方便。cái細細時嘅西上家會用嘅。係啊，竹果啊。係啊。啊，爸爸媽媽一下沒有啲閒都可以用竹果。洗皮骨較方便。但係買嘅做嘅水嘅人參果咩神話故事地度上有嘅，這樣用嚟生哦。這隻食都可以啊。啊，這都比鳳凰較好食咯。係啊，來到越南吼20年誒，真嘅。懂得血淚史啊，很多的酸甜苦辣。安尼，來來來見啊，做哪湯肴？俾你來貼合哪？你sau昂亨啊！啊，阮自己用啥？那種木工用幾個？越南人較好食按用誒，抽個水煙，個米頭較好啊。因為竹子的味道用嘅，像竹筒飯一樣嘅。冇可能呀，用竹個做較多咩？故說我來行業，安尼36古街，站喺地吼，嗰大頭擺嘅啊，以前嘅嘢，用嘅神擺個壓下嘅嘢，係咪係用通用嘅東西？啲啊，有古有今嘅老街道。從見證河內歷史的變化，等等時代的改變，商業當然會有起有落。不過我想哦，無變的係，底下就看得到清真實河內庶民生活。離開老街，下面就會帶人去市場，感受另外一種庶民脈通。有咩當地種到水果？係啊，有看過嗎？這樣叫人參果。人參果咩神話故事地度上有誒，老幾買起咧？啊，買起來哈。係，講嚟講。因為今日幫你點。唔講嚟講。啊，講唔講哈？今日幫你點，所以問係要幾多錢？今日幫你點。3萬5。3萬5，家下做得自家嘛？8米元幫你。講嚟。8米元就是3萬塊，可不可以？哦，大概8米元的空。8米元就空，做得好啊，攞件買啊，8米元。啊，3萬。3萬，係啊，3萬都差唔多，台幣差唔多43萬元。哦，43，做得。一包起來幾萬個東西。一係加一個牛肉，一係豬肉嘅，一係牛肉做嘅。佢樣用嚟生哦。這隻食都可以啊。你從這裡食就食呀？係啊。羅馬食。要牛肉吃吃看啊。好啊。那中間還有皮嘅呢。好啊。來試試看啦，那先吃豬肉還是牛肉？先用牛肉好咧。切。係啊，切啊。蒙色的以後。蒙色咯。係啊。啊，這個比貢丸較好食咯。係啊。啊，有時候一片買唔到貢丸來食，啊就買鴨來食。也唔是溫東西嘅呢，鹹鹹嘅呢。調味料全部底部都有誒。全部底部都有誒。唔隻來有私房。有 QQ， 但是圖卡 QQ 啊，有時候 QQ 都會來一片啊，需要買個東西，我就會來一片開市場買東西。
也妹啊，我天天唔来嘛。我呀，我妹妹同埋腾騰的市場來買東西啊，較有感呢。跟你知道啊，給下市場啊，給下市場啊用文化啊，到台灣的市場啊，有適應嘛？以前吼，我剛來越南時候，我唔會講越南話，我特別吼，聽講要去市場，我前一安步，我做去先做功課係嘛？先做功課，我聽講去買馬菜，我先學起來嘅越南話用來講，就按用一絲先學起來。去到市場有時又唔記得哦，譬如我講我買飯酸，我唔記得飯酸用來講，我就講一幾多錢，叫做都講。就同埋講飯酸咧嘅越南話，我就想起來，我就學起來嘅。看見咧就懂優山咩，我行下過去就應講嚟講哦，要好色咯，要好色咯，應該人嚟講吧。因為市場就從人朋友通用嘅，認識人咩，佢講用係買乜嘅買乜嘅，因為啲那批人有時會教啲嘢越南話，就天天的神話說當你看，機會就會學到。入市場就像學教咁樣嘅，係啊，又會教唔同多東西。係啊，有服務咩動好喎，跟下講嗰種讀好。係啊，係啊。你買水果，你食飯酸，你去小飯酸，佢小皮錢咩佢小好好，你直接買水果，就直接去越南店食咧。來轉當地嘅市場，除咗都看到對幾千公里海順來嘅慈海山，留越南豐富嘅作風以外，含咗啲感受到當地百姓嘅等一下。買好嘅食材，佢俾安步，人哋就會轉 Amy 節目卡做客了。三人常用菜，用中法越料理來結束人哋河內之旅。Amy 姐，今日定要不卡食飯吼？也係越南式的，也係法國式的，也係台灣式的啊晚餐咯。也係台灣的菜瓜，也係越南的tomato炒嘅煎嘅豆腐。唔過前貼配咧係有呀法國麵包，也係全麥麵包，也係一般的麵包。也好，你看也法國麵包，也較細張，有像人的天龍嘅花薯，泰式像花薯麵，係啊，佢要的特別越南花薯麵包，係啊，你可以你講老薯麵包，試看來哈。真勁懂好生啊！懂好生吼，佢下主張烤嘅麵包咩？我知道越南的法國麵包比法國的行得好食。係啊。咁 Amy 姐，你開始講用喺香港送寫完去法國的國際學校讀書嘛？差不多1-2年前，以前是帶到南越胡志明，那時候外國學校沒較少呢，就一個很難得機會，也可以去讀法國學校，就不給去嘅，不給從小培養他，多看一些東西啦。多接觸一些東西啦，按用嘅想法就必須讀嘅。唔對細人嘅教育吼，相當動情注意，應該係人家生活的重心。係啊，從細我就見帶等來聽等來，全部我就按用一點一滴帶等來教等，聽等佢要的向他成長。佢以前要的佢個哥哥吼，小學冇讀中文咩，暑假轉去我就買嘅乜嘅學習手冊。還有買平量，本給當年就練習寫，我就照台灣的進度，到安部就很重要的要學寫生字。嘿講亞啲越南嘅當到台上就會寫來，你是一個媽媽，一個女人，安尼帶點用在寫人嘅，第一一定會讀到當到可能會受欺負的事情。真嘅冇有，有時候我出去吼，我做乜嘅我較強勢一些，因為我驚人欺負我，我帶着64年咧，來到越南吼20年咧，真嘅當到血淚史啊，很多的酸甜苦辣，但是來年呢真嘅懂辛苦的做事，來年還20年，當年還同樣戰戰兢兢的個做。所以像到現在為有男人有上講講做得嚟，做得中意台灣嚟。也唔敢想，因為細人係讀個書，我唔敢想。我就會想，也做細，學細人啦，本細人去讀書。一生人賺的錢全部本細人嚟讀書，學細人嘅。我可以買物嘅，我可以買茶，我當然去學多擺唔怕。不過細人的教育這一塊，我一定堅持。阿靜，你談了什麼？你談了什麼？如果今天，媽媽在工作上有不如意。然後他可能回來心情不太開心的時候，你有沒有會試圖安慰媽媽？或者其實他會主動跟我聊天，然後我就跟他聊聊人生道理。你會跟媽媽聊人生的道理啊？佢會講啊，有的時候吼，細人嚟講嘅話吼，清真，佢唔會像人太人想法懂複雜。我事後想起來，佢講嘅話真嘅很有道理。講啊，哎呀，做好嘅，所以講冇做好，今年也做好㗎。就好哎。係啊，這冇事情呢，還是你都跟媽媽像剛才一樣這樣做鬼臉？
常做鬼脸，逗妈妈开心吗？不是，那是因为上节目。这样感觉你也蛮贴心的啊，都会跟妈妈聊天，然后讲一些那个大道理，是吗？你就跟妈妈讲一些。就是说实在，人生道理就是每天生活要用到的。像那一天妈妈电话掉了，妈妈其实没有很生气或者是很担心，可是我看到你替妈妈很着急，就是会觉得就是说啊，你怎么没有把包包顾好，怎么让手机掉了，在国外你就照顾不到妈妈嘞，就没有人跟妈妈。所以我现在那个时候才要讲他，趁现在每天都一直在讲他。就是讲大家都要提醒我。就是有时候关心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有可能是责备，一点点的责备，不是那么的礼貌性这样子啦。但是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关心妈妈，很替妈妈担心这样子。再过1年，你就要一个人去法国念书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是什么话想跟妈妈讲？你不要讲太感动，我会哭啊！有没有话想跟妈妈讲？我在等着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谢谢，妈咪一定会照顾好自己。谢谢你养我这么久。还要再继续养下去。你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继续养下去。好，妈咪收到。不过嘛，吃豆啦，再过1-2年，你就把法文学起来。好起来哈。你一起过去法国，哎呦，跟他一个半就去法国请假的。係啊，他本要得了，他本來啊，俺來去法國請假哥哥，沒有可能明年佢去法國，俺來去法國請假。係啊，叫他去法國撩啊！一擺來拜訪Amy姐，本來了解到愛有1,000種的形式，最後掛掉的係一種，用教師來表達的咩係一種，做人阿妹就變強的愛，團結的一家人。Amy姐認為，悲觀的阿妹是響出樂觀的聲音的，故所讓悲傷變做係勇氣，更加難捱的環境就會有變好的可能。祝福阿靜讓Amy姐，你就約好啲法國見了。不過Amy姐，人生的下半場唔需要多寫7個單位哦。